最近在民册顶头是有利用天关会资料换礼品的诈骗，高雄的关会中心就提醒民众千万莫去互骗去。另外，刑事局伫咧南部最近嘛抓到一帮犯罪集团，因是用大港甲税厝做借口来骗民众的口座密码甲定金。民众平常时去关会了后，拢会当摕到礼物或者是企业社团赞助的礼品。不过最近煞有袂少民册社团出现诈骗。讲只要伫报名的链接提供你关会相片甲证明资料，就会当领到520块的爱心津贴或者是礼券。高雄关会中心赶紧出来赔回，讲这是诈骗。比如说白米啦、卫生纸啦、洗衣精啦，这些都会是现场提供给捐血朋友，不会事后再跟您要个资，然后才说要给你什么什么东西。高雄关会中心表示，就算有企业甲社团赞助礼品，嘛是伫关会了后直接摕互民众，袂过另外要求爱提供资料。尤其最近定定咧欠货，较需要大家来管。若是有拄到类似的状况，一定要搁确认，才袂去互骗去。一般像捐血的话，我们直接就是跑捐血室，这样子就不会被受骗。如果是真的是有疑虑，就直接拨电话询问这样子。民册诈骗的手法一直咧改变，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嘛来到一个不法的集团，假作是人力公司要找人，结果煞甲人的口座甲密码拢偷摕走。甚至佫会用租厝爱先付钱的方式来甲民众的钱拐走，成功骗取金融账户及提款卡密码后，再以假租屋真诈财，盗用精美物件诱骗需斡旋金才能承租房屋。这个集团嘛会用民众社群的名义，甲亲人朋友借钱，或者是假作有着奖需要付相关的费用。警方提醒，伫网络看到的消息，就要搁加确认，才会当保护个资。记者高雄报道。